刘英，虽然咱结婚只有15年，啊，不过咱已经实在足久啊。为头才开始，咱就交往啊。我真正希望会当陪你的身躯边一世人。我不同意。玉姐，你哪会安尼大主大意，就要甲咱公司的股份分互香美？你即摆是当作我爹妈妈已经无伫了是无？妈，你是莫生气，我唔是这意思啦。你嘛知影，小妹为公司付出真多，一日无闲甲无食无困，真足辛苦的。我安尼做只是想要感谢伊的付出啊。来，俊杰，给家去看。多谢妈妈。你想要感谢香美，方法有真多。你用摕钱予伊，会用的买车予伊，甚至买厝予伊，拢会用的。啊，毋过公司的股份，都干咱理解的人才有。妈，只有1/2，也不是讲真多啊。而且小妹也无可能摕手头股份来对付我。俊杰，食物件要注意，豆豆啊食，慢慢啊食，千万唔通食伤紧。啊，若无食紧血弄破碗的。规定不管安怎，我就是无可能甲公司的股份互香美。你甲伊讲，一品是咱理解本，叫伊唔通想要食，也想要掠。小妹替我生俊豪，嘛算是理解的人啊。伊无入咱理解，伊干那是俊豪的妈妈那尔。咱对因母仔囝嘛无任何的亏欠。尤其，你唔通互香妹伫你耳孔边啊，小可扇一个风，都分袂清楚东南西北，甚至连公司的股份都要互伊，哈？食饭。对啊，有志，今日俊杰生日。伊下班了要较早回来无？咱做伙家好啊庆祝一下。当然啦，俊杰生日我当然嘛会记。俊杰，恭喜你哦，佮加一回哦。想要什么款的礼物，爸爸送你。只要是爸爸送的，我拢介意啊。好好，乖。那无安尼啦，你下课时阵哦，爸爸叫书记送你公司。我就带你来买你喜欢的物件，好无？好。哎，你还会记啊？你的过面、嘴外面，唔通我别食物件，知影无？你放心啦，我会注意，买较早送你回来。真假嘞？吼，今仔日你生日，阿嬷等下哦要来甲一寡姨妈拍牌，英啊，甲你庆祝生日的时阵，就包一个大红包你，好不好？多谢阿妈。时间差不多啊，我要来上班了。俊杰，食饱未？食饱。好，行。阿妈，拜拜。再见。来看这里啊。好。来，落去较细哩。要乖哦。妈妈再见。咱最近吼，有影是愈大汉，愈像因爸爸。我嘛要出去。啊。妈，你家己较细哩呢。妈竟然讲俊杰甲友志愈来愈亲像，真正是足可笑的。来，你来。我
哇，这凉的呢！哦，我上介意来恁兜啊，无像吼，阮兜只要开电风啦。嘿，也毋过我无介意吹冷气，是我阿妈交热才会一直吹啊。哪会有人无介意吹冷气？伊哦，伊定嘛骹冷手冷，所以因阿嬷若无对哦，我拢来冷气关掉。这杯是啥？可尔必斯。可尔必斯，这名吼听起来敢那外星人名字同款呢。哦，这好啉的，我要搁一杯。安怎？可尔必斯搁要一杯啊？毋是啦，搁要一杯冰咖，我上介意吼摇冰块啊。你妈妈若知影你走来我家摇冰块，伊会甲你骂诶。好啦，啉恁一个，你去内面写功课啊，哈。阿姨啊，这乡下的卡片啊？啊，这啊，这是一个查某囡仔写互我的。是依依哦。你哪知？伊的字拢念咪大念咪细啊，而且最后都会画一个浮萍。依依是啥？伊是阿姨哦，在育幼院助养的一个查某囡仔，伊固定段时间都会写卡片互我。虽然这字无介水，啊，毋过你看，伊画这浮萍就水的，有无？哼。娟姐，阿姨，哎，生日哦！生日快乐！多谢阿姨。不客气。阿姨，阮爸爸咧？恁爸爸还搁咧无闲，阿姨先带你去会客室等，好吧？嗯。主包我给你配。妹啦，我自己背就好，谢谢阿姨。俊姐，你伫遮等一下，阿姨去看哦，恁爸爸搁需要偌久的时间。好。俊姐，这个物件哦，你拢会当食，若是巴肚枵，就先食一寡。爱记得哦，袂当有别乱走。好，谢谢阿姨。不客气。姐姐，姐姐，连着了。姐姐，系啊啦，你食到土豆，赶紧送去病院。
有姐，是的啦，拢是我唔对，我真正唔知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要若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甲你交代嘛，唔知要安怎面对有因姐。是的。别烦恼，这边跟无代志，这样代志，我嘛之前袂当完全怪你。你想要做公安怎？叶成功已经不要紧啦。今日伊公司什么人才去会客室？是我。你敢无甲伊讲，迄饼伊袂当食？遐个饼我拢有检查过啊，也毋过我真正无看到伊食的饼。那那饼位倒位来？我唔知影。哎，有英，有英，你创啥啦？好啊啦！你是在创啥？这不叫做伊唔知影，这是关系到囡仔性命的代志。伊一讲唔知影，会造成囡仔偌大的危险，你知影无？囡仔今晚就平安啊！而且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无人知影。这无一定是湘妹疏忽啦。这当然唔是疏忽，湘妹唔是头一天来你家生活，伊嘛唔是无了解准结，伊安尼就全班是要害死伊。有英，我知影囡仔出代志，你真不甘。要不过湘妹绝对无可能会跳过去害俊杰啦。你向我解拍，是过超过啊！我是安怎超过？今日是俊杰生日，我一入来我就看到俊杰倒在遮，阮翁呢？阮翁手扑白的查某，在遐安慰，完全无甲囡仔受苦当作是一回事。我请问一下，到底是啥物人超过？你讲我。永姐啊，你若真正要怪你怪我，你莫安尼怪幼稚。安怎？你拼我拼袂过，你就用这恶毒的手段来伤害伊，来害伊。永姐啊，我无这个想法，我要哪有可能伤害俊杰？我才无在相信你。你莫掠准我唔知影。因为妈反正又是和你搞混，所以你是不是认为你只要害死俊杰，恁后生就当得到你家所有的一切？我懂啊，因为我唔肯离婚。只要我唔肯离婚，你就永远注定无名无分。你拼我拼袂过，所以你就用这种恶毒的手段来对付伊，来伤害伊。胡小妹，我警告你，你若敢搁动着我囡仔，我绝对跟你拼命。好啦，有英啦，大家拢是一家伙啊，够必要讲话讲到这样离谱。小妹，你是回去，叫我来处理。有影啦，暗顿要回来啊，有面毛毛的，看你想要食啥啊？变啊！我就想到，我替俊杰准备的生日大餐，伊一嘴嘛无法度食，我连啥物胃口拢无。咱就等俊杰出院以后，
来替宝贵生命就好啊。是啊，虽然你会当宝贵，啊，不过假使今日失去的是这条性命，他什么人拢无得替补啊。我即摆甲你讲哦，假使若搁有一遍，我绝对替我家己这条命，甲有啥物赔。这我来顾就好，你身体休困。免啊，我家囡仔有家顾。妈，你若是为了俊杰来，我会当甲你解释。无需要。我唔管你是有心，也是无意，伤害到我李家子孙，就是犯着我的禁忌。妈，是的啦，这边真正是我的疏忽，以后我一定好好注意。敢真是疏忽？真嘅，你的情形妈妈应该老师讲过啊，所以今日你若有什么身体无爽快所在，一定要跟老师报告，知无？我在。好，好，赶紧入去，妈妈，拜拜。拜拜。不要被打，不要被打了！你见到我就跟老讲哦。李俊豪，你差一点打到我哎！你不要多管闲事啦！他害我妈妈被我阿妈骂，我一定要给他好看。不要去打了！你说阿妈冤枉阿姨，明明是阿姨说那个饼干可以让我吃的，才会让我过敏。走开！明明就是你自己贪吃，你才会过敏。不要你乱讲！好，不要再打了，打我就跟老讲哦。走开！走开啊！这里不要打了，放开！安克，不要打了，你站起来，站起来，两个都站好，起来，不要打了，快！陈一凡，你怎么了？老师看看，来。啊，老师，你不要摸，我手很痛。你的手怎么了？老师带你去保健室，你们两个一起。会不会痛啊？一凡哦，李老师，什么呀？哦，一凡你啥啦？那就像安尼，有要紧无？一贝老师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就三个人冤家相拍。三个冤家，这位是俊豪妈妈。俊豪妈妈。哦，俊豪妈妈。你就是你儿子外口迄个哦。哇，你敢知影你伫勇市啊真正真有名咧？有闲哦，你应该来勇市啊，小坐一下。你。你囡仔袂发钱，莫讲啊济啊。哎，老师啊，你讲三个冤家啊，无你讲清楚啊，到底是什么人哦，拍什么人啊？三个人拢有份啊。老师，我没有打架，我是去劝架的。都一样啊。哦，一凡哦，你真正老实呢，你去劝架，你怎么无代志干？你有代志尔？是俊豪偷袭我的，他把我推倒。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你还怪我？老师都看到了，你还耍赖？俊杰，你讲，感情是恁两个人先起冲突的啊？他怪我害阿姨被阿嬷骂，还说你。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坏女人。俊豪，你真正安尼讲？
是有甲你讲过啊？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拢袂当批评是大人。啥算你这么唔听话啊？杨英姐啊，歹势啊，是我含慢教囝，我伫遮甲你回失咧。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原谅俊豪，伊只是一个婴仔，伊真正毋是挑工的。莫搁搬去啊！昨日甲害伊断伊，今日换你后生来害伊，到底是安怎？你的后生袂无缘无故讲这个话，那绝对是有大人咧教。小英姐啊，昨确实是我的疏忽，今仔日嘛确实是俊豪唔对，是我无好好管教伊，我甲你回失咧。老师，拍谁？陈亦凡、李俊豪、李俊杰，你们3个去门口罚站，不准再吵架。给你。老师，这校规安怎处理，你就处理，我绝对拢配合。啊，等去了，我买来俊杰，因爸爸讲这件代志。阿妈都准备好了。哦，好好。小姐，你打电话去5楼崔姐，叫准豪紧起来拜拜。啊，好。啊，应该是俊豪来啊，我来开门。免啦，你下去了。你啥？你开门找准豪来。好。爱去点。好。接下来，阿妈，有英阿姨，乖，来，多谢爸。妈，杨姐。小美，你也对来。原本我想讲送俊豪到门口就好啊，伊就真坚持爱我入来。妈，杨姐，安尼我先落去啊。免，既然都来啊，下尾只用手对拜，小等下准头拜拜好，你就带伊落去，安尼唔免搁加走一桩。严哥，妈，等下拜好以后，我带俊豪落去就好啊。今仔咱是拜祖先，香美伫遮恐惊无适合。莫讲香妹是俊豪的妈妈，就算伊干那是甲咱李家斗顾孙，互伊同齐拜，嘛无够倒去。好啦，莫耽误时辰，紧拜拜。阿伟啊，玉姐，你甲玉英迄本毕业纪念册摕来放在桌顶。啊。放在遮是要互恁爸爸甲咱的祖先看讲玉英这个理解新妇有偌尔啊优秀。李家历代祖先在上，今仔日子孙仔诚心诚意，传着三生四果，共请祖先享用，祈求祖先庇佑，互咱李家子孙一切平安顺遂，嘛互咱李家事业会得愈来愈发展。囡仔有才情，交读册，
一家和睦无纷争，大家同心共同打拼，翁仔某互相斗扶持，兄弟仔互相相疼疼。也阁有，望要甲祖先禀告、甲分享，玉英当年研究所毕业的好成绩。这个媳妇毋但是贤惠，阁捌长看，而且用心伫咧相夫教子。当年为着你家，放弃着电视主播的工作，不过伊犹原真用心伫咧学习甲进步，为咱你家。甲真侪大企业家维持着真好的交情，嘛真热心伫咧做公益，为咱李家伫社会上得到真好的名声。这一切嘛拢爱感谢祖先的庇佑，有恁的指引，咱李家才会当有这么好的媳妇。感谢祖先。小妹，今仔日是土地公生，因暗阮会去庙口奉请，要出门的时阵，阮会落去带俊豪同齐去。妈，我是想讲吼，袂用诶。你袂当去，我袂当有市场的人看笑话。玉文姐，你误会啊！我是要甲妈讲，我等下要先去公司处理一寡代志。爱拜托恁，还要跟我妈替我照顾俊豪。妈，永姐，安尼我先落去啊。阿妈，我甲妈妈先落去啊。妈，我嘛带伊落去写功课。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家晚安。咱李总经理啊，甲我头家妈来个现场，甲大家斗闹热。多谢因哦，这几年对咱土地公的支持甲鼓励啊，大家拍声甲吹落好不好？来，拍声卖停哦，多谢因。哦，多谢因对咱的支持甲鼓励啦，好，谢谢谢谢。来啊，头前坐，头前坐。OK 吧，欢迎哦，欢迎。我有较慢到，无需要呢，全工欢迎阮来这后边好了。无咯，你家吼对阮这社区贡献遮尔大滴啊，免阿英你讲，互恁无声无息在后边，安尼就足实的啊。对。姐姐，迄两个囡仔吼，是足为难的呢。因两个妈妈都无好啊，因两个是要安怎做好朋友啊？有影，今日多谢啦，多谢你等下，你之前是所提叫我奖学金。对，多谢。啊，我今晚要来宣布这得奖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哈。好来，李俊豪小朋友，来，这个，啊，李俊杰。有影，你足感谢啦，奖赏啊，各位，大家拍大家吹来哦，多谢各位，我只不过是甲大家过去，互我的关怀啊，佮爱护，变作是行动来鼓励遮的小朋友。欢迎大家嘛，来，小朋友。来，拍声我甲鼓励一下。来，拍声卖停哦。来，大家来抱一下。你比较凶点。你比较凶啊。来，吃个碗来。妹妹，要拍团体照哦。好。来，看招，来，较笑的来。太上面落去啦。
好。行，来，妈，我这来看卖者。这囡仔要。小朋友下来。哦，来，跟落去。好，洗你，啊，大姨妈你洗你。好啊啦，莫阁耍啊，等甲阿嬷带着。不要紧啊，查某囡仔生较爱耍啊，这里啊，忙不到哦。俊杰、国胜，接过来，不要再玩了，好好吃饭。啊，国胜拢等来啊，你怕生病会倒去啊？刘英啊，麻烦你明仔去找校长，甲国胜安排去范老师一班。啊，到到这当中，国胜、俊杰，喺外面换一个水族箱，我带你来看，行。我甲你讲，内底有鲨鱼哦。哦，行，来。你从哪里给他出来？爸爸，你等来啊！来家。爸爸，那个人也是我们学校的呢。你几年级啊6年级啊，他是俊杰的亲戚。哎呦，其实吼，恁拢误会啊啦。因妈妈旧年过身，啊，这个囡仔甲妈妈感情足好诶。伊大概哦来上课的时阵，拢秘伫咧课本后面逃考。爸爸，你怎么敢啊？哎呦，我又不是老师。阿嬷，爸爸，我回来了。啊，俊杰，无看到阿姨坐咧遐，无叫者。阿姨好。可心，你嘛赶快来叫阿姨。阿姨好。乖，恁阿姨要回去啊？甲恁阿姨讲再见。阿姨再见。再见。妈，有人家，安尼我醒来了。你先把这衫、文具啊，拢摕入去房间。顺杰，你倒摕入去，啊，顺便两个把房间小整理一下，哈，来。好。可心是查某囡仔，总是爱甲装一下。咱的囡仔带出门爱有理解款，所以以后妈逐个月会阁加2万块给你。多谢妈。 2万块刚有够，啊，准给逐个月才一班的费用，就已经袂少啊。查某囡仔屁是要甲人计较啥？可心有缘来互咱收养，莫讲是甲伊幼儿园内底遐囡仔比拼，就是甲外口一般囡仔比起来，嘛好运咧几落百倍呢。是安怎拢无一题是对的？你到底是有认真读书啊无啊？啊，还有做一题无老师还袂教。你逐遍拢讲老师还袂教，还袂教，那你顶一遍月考呢？老师有教，你嘛是考无好势啊！你敢知你考无好势，恁阿嬷是安怎念我的？伊讲平平拢是你家的意思，是安怎人俊杰啥物拢第一名，拢毋免人烦恼。啊，毋过我已经做认真啊，我真正无俊杰遐尼巧。真侪代志毋是咧比巧的，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搁较好出，比别人牺牲搁较济，安尼你才有法度成功。后来毋是听讲，你娶一个千金小姐，安那？恁某的后头厝无够力，无法度替你取回经营权。阮太太伫2年前因破病过身，啊，留一个囡仔甲我做伴。我迄个碰到底命的翁，嘛留一个后生，甲一个查囝互我。
囡仔几岁啊？读国小，阮囝嘛是呢。安尼好啊，连讲有闲，带囡仔出来，互阮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唔免，我已经甲因送出国外。你敢会唔敢？我已经人伫咧江湖，身不由己。我无希望我的后生查某囝，甲我行同款的路。真正是天头爸母心。就算你这个大指头啊，伫外面咧坏爸爸，也是同款。啊，不过你敢有想过，你若是手脚洗手，退出江湖，就唔免甲囡仔分开啊。俊杰，你功课写好未？我写好啊。阿妈，我倒来啊。可心乖，来，你选这箱。阿妈你好，来俊杰啦，一凡你来啊。对啊，我来找你吼，是算迄顶界爹爹了。我今仔日吼一定要甲你分一个胜负。好啊，阿妈，我甲一凡去房间算哦。耍物件较注意咧哈。好。妈，为研所的内容，上重要的当然就是一片企业的继承人。虽然你有2个后生，啊，不过一看就足明显的，俊杰无论是伫学校的功课成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表现，拢比俊豪加足优秀的。那你的意思是讲，俊杰较适合做我的继承人？那你想袂甲俊豪咧？尤其，毋是妈妈偏心。搁较安怎讲？俊杰是大母生的，俊豪是细姨仔生的，而且因的妈妈的身份地位，也搁有这2个囡仔的资质，拢有差别。你安尼都矛盾的呢。阿嬷目睭内底敢若只有俊杰，不管安怎拍拼，阿嬷嘛袂看中我啊。俊豪，你袂当这是死脑筋，爱想办法变通。安尼将来唔才有机会做恁爸爸的接班人。我离俊杰在根本无可能。你敢袂当较有志气的哈？唐书长，俊豪甲俊杰，因2个兄弟以后嘛会袂亲，对你来讲，根本就不要紧。这2个囡仔的妈妈，逐工都安尼搭来搭去，因2兄弟啊，敢会当有外亲？做囡仔真好咧，啥物货哦，拢免烦恼啦。哎，都无一定哦。你看啦，李有志哦，外口迄后生叫啥？俊豪啦。嘿啦，俊豪啊！你看伊逐工哦，拢咧哭哭鼻咧，足苦的。哎呦，可怜哦，才国小生尔呢，压力遮尔大。一定的啊，无亲像阮俊杰甲有因共款，足够读册。你讲有啥物就无共啊哦，就是为着要霸占迄理家财产，所以要叫因后生拼死命读册，才袂去枉费用心计较，笑人红晒。所以有的时阵哦，想想的平凡哦，嘛是一种幸福啦。可惜，是谁讲你会当买玩具，放回去？阿嬷、阿姨好。俊豪，你哪会家己食？你妈咧？阿嬷这边也转过看物件，等下就过来啊。哦，可惜，你即摆已经是理解囡仔，不管做啥物代志，拢爱有理解囡仔款，爱有理解气质，袂用像拄只安尼，甲个个伫咧抢玩具，这安尼足无家教的。后摆袂当讲安尼，知无？阿妈，我有感觉。我来食，来，可心过来。妈，可心只是一个囡仔，囡仔人看到介意的物件，有这款反应，迄嘛真正常的。我倒去再好好家教就好啊，无代志啦。本来就是爱教，搁再讲，咱今仔日也毋是带可心要来买物件啊，是俊杰成绩好，所以就带伊来买物件。紧嘞，你甲阿妈讲，你看，哇，遮尔济玩具，看你介意倒一个？
厝里的玩具一定就多啊，我嘛唔知买啥。唔知影买啥，啊无看你想买买册，还是买文具？哦，对，啊无吼，阿妈买一个手表哩。妈，唔通啦，咱今年课薪都无啊，啊凭啥物俊杰会当摕到遮尔济礼物着？安尼对囡仔无公平，卖啦。我一向拢真公平。阮俊杰哦表现遮尔好，成绩遮尔好，我当然爱甲奖励啊。啊，可心甲俊和若是表现好、成绩好，我当然嘛会甲因奖励，吼。妈，文姐啊，你也来食个啊？阿姨好。香美，啊你哪会放俊和酱伫遮？我拄则在隔壁看一寡物件。妈，俊豪这边哦，伊的科展主题哦，会代表学校去参展，啊得奖的几率真正足悬的。我今日唔知想讲带伊菜踅踅，顺便奖励伊一下。有影哦，俊和这么高，参加科展哦，哦，这无简单呢。俊杰，你有听到吼？俊和哥哥才够安尼参加科展，啊那安尼你着爱跟哥哥学，唔是干那数学好就好，其他的科目嘛拢爱足好，知无？我知啊。俊和来。哇，真搞着参加科展！来，这么多玩具，你家己拣。好，多谢阿妈。会记哦，即摆来吼，一定要表现足好，成绩足好，每一遍哦，阿妈拢会甲你奖励，吼。阿妈甲你讲哦，后摆你大汉，无法度甲俊和哥哥同款遐尼有钱，啊，毋过不要紧，阮李家吼同款会甲伊照顾甲足好诶。是讲你看，若甲外口遐善家囡仔比，你是比因家足好足好的呢。所以你也会记的，大汉了后，唔通袂记阮李家的温情哦。阿妈，我一定会甲你友好啦。乖。哥，为什么我袂当甲俊杰哥哥、甲俊豪哥哥有共款？哦，迄是因为你是嘿妈。你莫讲到遮尔啊地切，可心还阁细汉，就是因为细汉才着教。可心已经是我的查某囝，你又不需要定定在你提醒伊。我颠倒认为吼，爱较常来提醒的，互伊随时会记家己的生活。俊和，可心啊，啊恁两个功课拢还袂写好啊？等下要食饭啊呢？阿妈，我剩一题要写好啊。来写。这题很简单啊，你只要套公式就好啊。答案应该是2啊。你莫加步啦，我会晓啦。俊和，你是安怎对小弟讲话口气这么歹？我无。佮讲无？俊杰是好心教你呢，你唔着认真听唔才对。嘿，是讲哦，阿妈真正想无呢。你明明就比俊杰较早出世，是安怎你这个做哥哥的，颠倒拢输我做弟弟的？俊和，你哦，着较讲一个，爱交袂认真，知无？我知。阿妈，我先把册摕恁去房间啃，等下洗手好就过来食饭。来。俊和，紧写写收收的，手洗洗头食饭。李俊豪，你哪会遮尔讲？阿妈是咱家上大的人，你搁甲伊的面头前，嘛伊想听俊杰哥哥，无怪伊拢袂顶听。啊，那俊杰讲暗时想要食你家的水饺。好。慧婷，你一只鸡婆就真呢。3-0哦。
和陈一凡无伫的时阵就去有啊？我是女生呢，我哪有？是恁讲被认真拍呀？也是等陈一凡功课写完，我才甲伊拍。等陈一凡来的时阵吼，就话你互伊电啦。我知，先讲好哦，拍输袂使生气哦。哼，那继续啊。啊！俊杰哥哥，俊杰哥哥，你来拍羽毛球，哪会无找我？我嘛是要甲恁做伙拍羽毛球。也毋过球拍只有2支，你爱等一下哦。你叫慧婷甲球拍好好拍就好啊。袂用啦，阮遮比较一半尔诶，袂使话你啦。我嘛无想要甲你耍。真正，你后白讲话，互阮爸佮阮阿姊，拢互你迄个赤白白阿妈骂。李俊杰，你若要互李可欣跑，我就爱拍。俊杰哥哥，你看伊啦。好啦，可欣，后边我再甲你拍好不？慧婷，咱继续。好啊，不爱耍就不爱耍，我才无稀罕。哼。即马是要安怎？用球拍应该就会使用落来。哪会安尼？李俊杰啊，你功课遐尔好，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戆代志啊？这甲功课好有啥物关系？我嘛唔知要安尼。你看，墙顶有一个鸟仔箱呢。迄个鸟仔箱敢若要落落来啊！内底若是有鸟仔卵，毋就有危险啊！我爬起你，甲鸟仔箱用好食，顺续甲羽毛球卡球拍用落来。妈呀，这管就危险的呢！我无问题啦，我就搞要手腕呢。较细个啦！你看是不是就简单？好啊，就厉害！你紧落来啦！等下啦，还阁有球拍、卡球还要摕。啊，你较细个啦！啊！谁？我快没力了！你等我马上来。婷姐，等我，我马上就去。你去放球啊！无论你卖破了啦！没有！李俊杰，李俊杰，李俊杰，你有安怎无？你去治，你莫给我迄个啊！老妹啊，哎呀！慧婷，哪会家己先走转去？安尼，我唔就会当甲俊杰哥哥拍球啊！俊杰哥哥，俊杰哥哥，你来头，哪会老伙啊？发生啥物代志啊？难讲是刘慧婷害哥哥受伤了，惊慌吗？要家己走啊！救人哦，遮有人受伤啊！救人哦，救人哦！陈凯，阿妈心肝酸的，你绝对袂晓，你无时间查出去。医生，阮家即摆状况安怎？拄则我已经甲小朋友先止血啊，等 X 光片出来，就会当知影头壳内底倒去受伤。医生，
我拜托你，俊杰对阮大家来讲是最重要的。拜托你，无论开偌济钱，拜托你一定爱甲伊好，拜托。妈，你免烦恼啦。拄则医生迄边我已经有去拍过照好啊，伊一定会好好治疗俊杰。等一了过过来，甲恁说明 X 光片出来的结果。多谢你。多谢。俊杰，俊杰，但即摆伊是啥物状况啊？伊位树仔顶头跋来弄着头啦，医生已经替伊指挥啊，啊毋过是毋是有内伤啊？我做进一步检查才知影。到底是谁的心肝这么凶？甲咱俊杰害到呢？可是你甲阿妈讲，是啥？是啥人甲哥哥害到呢？哈？都是一海的，是刘慧婷。她看到树上有个鸟巢，想要拿鸟蛋，就叫哥哥去拿。哥哥搬来讲搬的，不过刘慧婷就硬要叫哥哥爬起哩，哥哥才会搬落来。你有白人讲，我袂叫俊杰去爬树啊！我无黑白讲，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刘慧婷，这个囡仔，迄爬树啊，这么危险的代志，你也敢叫我俊杰去爬哈？进前，恁姐姐甲俊豪车跋倒受伤，即摆换你又害阮俊杰跋倒着伤，无啊？恁姊妹还是甲阮李家有啥物冤仇？恁爸爸是安怎教训囡仔的？阮爸爸的人就好诶。是啦，政府人真好啦，啊慧玲啊、嘉文嘛是真乖巧的囡仔啦，一定有啥物误会啦。你是目睭猜袂哦？阮俊杰跋到遮严重，到即摆还袂清醒，搁讲误会。阿嬷，而且刘慧婷害哥哥跋来了后，就家己走啊。迄个时阵，若毋是我伫遐叫人来斗相共，哥哥一定搁较严重。我毋是偷走去，我只是要找人去斗相共尔。慧婷拢是你害的，你爱负责，你爱负责啦！刘慧婷，你的身份甲阮俊杰差遐尼多，你嘛无在条负责。之前我就讲过啊，叫咱家的囡仔，唔通甲市场的囡仔行遮我，你就是讲袂听，到即摆呢，发生代志啊吼！你阿姨，我唔是刁工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不管你是不是挑工的，等你看到伊去爬树啊，你敢拢无想过你要来阻止？你看伊，因为这么高的树啊拔落来，万一真是去伤着头壳，迄影响是一世人的。你敢知影偌严重啊？有英啊，啊囡仔做伙佚佗吼，难免会受伤啦。人咧讲哦，拍长手决定倒用啊。因俊杰是天公仔，袂有代志啦。这边啊，囡仔若是受伤倒去遮，是恁囝，你敢有法度佫讲这款话啊？阮意万万把位树仔顶搬落来啦。既然恁俊杰爱爬树啊，咱做爸母就应该教伊安怎爬才安全，才袂搬落来，毋是一直禁止吼，伊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啦。俊杰无需要知影要安怎爬树仔才安全，你是我后生，应该学啥，我就决定无需要你来教。等下，阮李家囡仔无适合甲你市场囡仔算做伙，但你俩随啊随的拢这么粗鲁，而且哦，爸母拢袂讲教。请问是李俊杰的家属吗？我是妈妈。俊杰的血型验出为是 B 型，不过我们目前医院库存 B 型血液的含量是不够的。不过，伊爸爸妈妈拢是 A 型，照你讲，俊杰应该是 A 型，无就是 O 型啊，变好可能是 B 型。对啦哥，但这个囡仔的血型是啥？万一伊的血型跟我跟有杰的血型袂合，啊，那你真紧就去发现了呢？这点你放心啦，你甲有志拢是 A 型，敢若会生做 A 型甲O 型的囡仔，
我请何医师验过啊，这囡仔拄好是恶性，你放心，绝对无问题。有可能啊，俊杰明明就是恶性的啊。啊，毋过在病院要验唔到血型，这几率是足低的。也是讲当年在病院抱婴的时阵都碰唔到啊，所以俊杰的血型才会甲恁两个人拢无符合。小妹，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俊杰毋是阮李家的囝孙？这哪有可能啊？莹莹，当初俊杰出事的时阵，敢有发生什么奇怪代志啊？哪有什么奇怪的代志啦？啊，恁俊杰吼头脑遮尔好，啊功课遮尔好，这拢甲依英足相像的啦，当然嘛是依英的囝。袁姐，啊，你来看起来遮尔紧张啊？敢咪是个甲我讲唔对血型啊？可是俊杰毋是偶型，啊，那安尼大家都会发现俊杰伊毋是我生的。莹莹啊，当初病院敢有甲俊杰验血？有啊，阮哥甲我讲囡仔是偶型的啊。既然有因姐遮尔坚持俊杰是 O 型的，也是讲咱搁请病院这边搁重新验一届。我嘛赞成重新验一届。若无你若是动手术，就要输血，血型若是唔对，对俊杰来讲真危险啊！何律师，麻烦你甲阮孙搁验一遍血。不用啊，是安怎不用？俊杰明明伊就是偶型的，想怎爱验？拄则一定是验唔对啊！何律师，拄则是你替伊验的是？是另一位负责帮忙验血的护理师验的，不然我再去找他确认一下好了。万一俊杰验出来真正是 B 型，那安尼俊豪就是有一位的囡仔。那吴小妹一定会利用这点，叫我甲有志离婚。我得来看卖啊！哎，小等者，袁姐，我看你当遮，我来去就好啊。是讲，当年若真正碰到因啊，那安尼俊杰，当时你亲生的，大家都爱分开安尼。啊，相处拢遐尼久啊，有感情啊，对吧？他俊杰就是我疼巴到死落来，你莫摕我黑白用好不好？小妹，你叫何律师来，我甲俊杰体血验一遍。莹莹啊，妈你做无唔对啦，为了俊杰安全，咱一定要验无清楚。万一俊杰会应该有因啊，甲有志配合，那呢有樱桃花囡仔的代志一定别扛啊！是的啦，何律师有讲要搁重新验血，我才发现摕不到检验报告。摕唔到报告？是。啊，那就表示俊杰是偶型的是？是啦，B型吼是另外一位嘛叫俊杰的小朋友，
但是细哦无细理啦，护理师常常无注意到，才会摕唔到去。歹势，检验报告敢真正摕唔到？我看吼，也是中心验一届，安尼比较较保险。莫怀疑医生的专业啦！你也遮尔高，无替俊杰验吗？我是为着俊杰的健康在设想。莫讲啊好听啦，伊踮遐使人，就是要诱因歹看，是说别人哦拢认为讲哦诱因哦是抱唔着囡仔。家己的过去遮尔乱七八糟，有啥物资格你怀疑别人啊？医生，恁安尼这么大间的病院，竟然会出这款差错，安尼对患者甲家属是真无负责任呢。真正是失礼啦，真正是失礼。医生，请教者，俊杰的 X 光看起来安怎？敢有内出血？小朋友吼有轻微脑震荡，无出血，嘛无啥物问题啦，唔免动手术，您会使放心。多谢你。那呢，阮孙什么时阵会当出院？先观察一暝啦，明仔载话阁检查一摆，若拢无问题，就当出院啊。多谢你。月姐，既然俊杰即马平安无代志，公司还阁做个代志要处理，你敢要对我回去公司？我想要留落陪伊。哦，那安尼我先回去公司。啊，刘文姐，我先来。阿姨，我真正有叫春家去爬树啊！他这件代志，等春家以前请再搁讲。世明，先带伊转去。慧婷，等先来等。好。春杰，虽然你毋是我的亲生后生，毋过你就亲像我身躯顶的一块肉。假使你若受伤，我嘛会做毋甘的。回来。有姐，你毋是上课先讲妈转去，安怎搁过来啊？你甲俊杰伫病院，我袂放心啦。而且你伫无食物件对无？我就知，我后尾哦，你上爱食米粉汤啊。我遮尼久无食米粉汤啊，你阁会记得我爱食米粉汤哦？我当然嘛会记的。但时间实在过了就紧的，大一个年、10几年都安尼过去啊。你看，咱俊杰即马拢要读高中啊。영영아，这几年我都无闲公司的代志，拢无时间陪你甲俊杰。无看过去安尼啦，但这届啊，俊杰若是出院以后，我来安排一个时间，咱三个人做伙出去度假。好啊，等俊杰还能有机会跟咱单独做伙，你若知影，一定就欢喜的。俊杰，你真顺啊！你即马感觉安怎啊？妈妈，我想要啉水。哦，水好，我提。来，慢慢来。倒倒啉哦。来，倒倒啉，我一点仔倒。我来叫医生啊。爸爸，我不要紧啦，只是敢若头壳戆戆。哦，头壳戆戆哦，巴肚干枵。爸爸有买你上爱食的鸡蛋糕呢，你食一个无？啊？你食无？小等下，
敢若拄真心袂当食物件，要先观察一下无？哦，好啦，俊杰啦，你这届吼真正互大家惊死咧！啊，你若无代无志，为树仔顶头爬落来啦！爸爸妈妈，是的啦。然后家姐，你无代志，啊，若无以后我不准你甲你会厅做会算啊！以后莫甲伊做伙耍啦，叫伊去爬树啊，害你受伤。是我家己要买树啊啦，跟会厅无关系。因为我看到树上有一个鸟巢歪歪的，我怕鸟巢掉下来，里面的鸟蛋会破掉，所以我想说爬上去把鸟巢扶正。感情是安尼。会厅嘛一直做一我，也毋过我认为我家己无问题。最后踩不稳，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还爬上来要救我。好佳在我无害伊跌落来啊，不然如果我压到他的话，他一定受伤的比我还要严重。对啊，会厅即马人伫倒，他敢有受伤？会厅无代志啊，啊，我的代志是安尼啊，咱拢过回会厅啊。爸爸妈妈，我受伤是我家己造成的，甲会厅无关系，你莫怪伊啦。好，妈妈即马知影，你唔免烦恼，你放心，妈妈会亲身去甲会厅会师咧，而且我会甲伊说多谢，多谢伊遮尔啊勇敢，佮爬去你顶头甲你救我。姐姐，以后袂当做遮尔危险的代志啊，知影无？我知啊。啊，叠加。来这个。哇，这房间就水呢。这冰床甲咱家无共，俊杰哥哥，你嘛来试看卖？好啊。哇，这客真正就无共嘞，我无骗你哦。姐姐，可心，爸爸妈妈带你出来耍，有欢喜无？有，会当甲爸爸妈妈出来度假，真正是足难得的。爸爸，多谢你，多谢爸爸跟妈妈。乖。但看到囡仔这么欢喜，我真是足感动的。姐姐，歹势咧，爸爸真正都无时间陪你。可是嘛是啊，自你来咱家以后啊，我连陪你开讲时间拢嘛无诶。不要紧啦，爸爸，我知影你工课足无用的。对啊，爸爸，妈妈叫阮爱甲你说多谢，因为你真正足辛苦的。那你会当放心嘛，这两个囡仔遮尔捌代志哦，也体谅你的啦。有英啊，这阵啊，你嘛辛苦啊，一直替我处理公司的代志，两个囡仔佮照顾得遮尔好，啊，我李有志啊，真正是啊，娶着好某，看爷好做啊。算你够讲话。爸爸，你甲妈妈讲甜言蜜语吗？姐姐，爸爸甲你讲一个撇步，你哦要常常甲妈妈讲好听话，安尼啊，咱才好日子通过，知无？你甲我讲到袂输个好爸母是？嗯。就算你是好爸母啊，嘛是上水的迄个。姐姐可心啊，以后爸爸若是有闲啊，常常带恁出来耍，好不好？好。时间啊，就参照起稿共款，这个就有啊。这个不容易交代好势啊。这3天拢无爱接电话，嘛无爱处理公事，时间拢是恁的。姐姐可心。这3天啊，看你想要食啥，还是想要去倒位耍，爸爸拢带你去，好不好？好，爸爸万岁！我要盖城堡，好，给你。
来这边，安尼啊。来去，这个爸爸带起，好不好 OK。快点，较悬的不？灭火器，我要下水了。哇，要下水了。不怕吗？爸爸，你好怕吗？差我一点。啊，真的啊，安尼你好怕？你看我怕，你看我怕。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啊！俊杰哥哥，其实伫咱兜，我上介意的人是你，不是俊豪哥哥。我感觉甲俊豪哥哥算足无聊的呢。虽然俊豪有时阵讲话较无客气，但是伊应该不是足无聊的人啊。那安尼，刘慧婷甲陈亦凡咧，以后你甲我算就好，莫甲因算啦。袂用啦，亦凡甲慧婷拢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上介意甲因总会算的。安尼哦，好啦，既然俊杰哥哥你介意因，我就莫讨厌因啊，大家拢是好朋友。对啊，大家拢是好朋友，唔是就好吗？你看伊来啦。可惜啊，虽然是领养的，啊，不过甲俊杰感情真足好啊。唉，而且可惜啊，可是这大新查某囡仔，有去陪俊杰，俊杰就袂这样孤单啦。而且我感觉哦，可心就两面哥哥的呢，两个别墅敢若亲兄妹仔同款。哎呀，多谢你这么认真，要负起这个家。那个囡仔，你嘛照顾得足好的，辛苦你啊！这不然是我应该做的代志。爸爸，回拉生。谁来？我是。嘿，啊，爸爸来呀！哎呀！我会这么用心，还是因为我甲对子平的亏欠，全部拢弥补给俊杰甲可心啊。妈妈来啦！哦，好啊。一片啊，是阿公传落来的。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食品工厂，到即马规模愈来愈大。俊杰比较乖啊，成绩嘛比较好，领导的人哦，拢较介意俊杰。你妈一定跟我讲，你足无路用的啊！啥物？你每一个人拢爱摕我甲李俊杰比，我就是比袂过伊啊！阮妈妈才会互人赶走。我已经做打拼啊，我就是无李俊杰遮尔巧。我嘛无想要输伊啊，啊，毋过阮妈妈互因赶走，阮爸爸嘛找无人。我是为着你甲，为着一品。当然啦，你若会当挂保证，绝对袂去找李有贵。那呢，我嘛会当挂保证，我一定会公平对待迄两个囡仔，因为因拢是优质的囡仔。俊杰有诶，我嘛一定同款会互俊豪。方燕，即马既然你伫咧国外陪恁囝，安尼我就祝你伫咧国外生活一切顺利哦。多谢妈妈。来俊豪，青菜啊，爱加食一寡，来。多谢阿姨，我家己要食，我家己会晓呢。俊豪，你啥车倒腾？听讲的哦。无代志，无代志。你莫掠准哥，用这个方法来抗议，我就会和你妈妈回来哦。无代志哦。阿嬷，毋是啊，是创伤烧啊。囡仔伊拄则就底好啊，是会外烧。这个嘞，我要去买王的呢。哎，你也车倒腾啊？通常网包吼。妈妈，是啦，是吞真正就烧。阿妈，
我拄则有看到哥哥是挑工，甲汤敲倒的。可是你莫讲话好无？俊杰，可心讲的敢是真实的？你老实讲，不用讲袂出。因为我无希望阿嬷继续骂俊豪啊，所以我想讲我安尼做，阿嬷就会相信俊豪毋是挑故意。俊豪，你有看无？恁弟弟拢遮尔啊为你，你会当继续住伫个你家，是你的福气。莫阁想你个无良心的妈妈。来，俊杰，恁带妹妹去客厅耍，我甲遮小清者。俊豪毋免甲阮出去哦。我甲伊讲一下话，先出去就对了。来，可是你客厅耍，来，走，先去。